这个消息要提醒咱乡亲，坐公车嘛要有安全的观念。有一个负责人坐高雄客运，随手将这个菜篮放入公车紧急的出口的所在，引起司机的关心。为了安全性，希望讲这个负责人会使刷开，上好安尼就完结。司机佫将这个车停伫路边，最后是车顶的人客苦劝这个负责人会失礼，这个代志才煞。针对这点呢，这个业者回应讲，司机的态度可能有检讨的空间。不过紧急的出口，若真正袂使放物件的时，安尼会加强提醒人客唔通安尼做。负责人上车就甲塞车放伫咧人行的所在，司机看到就好心甲提醒。虽然负责人配合甲物件刷走，毋过情绪管啊真歹，甲司机两个人伫咧路里，佫互相咧骂。火气是愈来愈大，司机规气停车要来讲清楚，安全真重要。昨日下晡2点外，负责人坐高雄客运随身的物件放伫咧紧急出口的所在，互司机关心，才引发着冲突。经过公车的乘客来苦劝负责人，才道歉。买菜的他买很多东西嘛，他想要坐在这边，大概就是他东西会放在这边。顾客应对上面这个部分，我们会在教导他。反座位置还是怎么样？我们这边会罚款吗？基本上不会罚款。我想这个是驾驶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一时气愤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言语表现。公车业者表示，司机的情绪表达较歹，会过来检讨。针对紧急出口袂当放物件的告示，未来嘛会加强宣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